看伊头鬃，伊安尼弯弯翘翘，唔知去倒位找到这，啊，搁伊重点，伊的这个重点就是伊迄个喙啊。你看伊这个喙做甲安尼，是毋是？你看伊的毛，对无？逐支拢是安尼，拢安尼长出来呢。敢若活的，拢活的呢。那像讲伊踮迄个所在时阵，伊有当时伊咧身躯嘛，对无？爱着安尼，伊的毛对安尼对咧。好，一个你号一个，伊迄目睭的楼骹迄黄色的是啥物件？啊，我知影，是啥？这我一看就知影啦，因为迄就是迄牛毛王伊迄个角，伊多伊只有一角，只嘛有一角，是吗？对小吧？细只嘛。其实伊迄这个零件，因为乌面腊杯目睭下骹有一个黄色的斑纹，这个零件是金蕉零件。金蕉，对，金蕉的小细零件。只金蕉，你帮我慢跳，大家跑跑。好，这个金蕉看，就是金蕉金蕉。真正是咱台湾的金蕉啦，你看啦。嘿，就厉害吼！就厉害，就有创意。哦，啊，搁斗到麻烦呢，哎呦。